从今天起，你就要代表宋家嫁到我们戴家。不要反抗哦，这可是你们大长老的意思。大长老，戴欢，我已经有未婚夫了，不会嫁到戴家的。未婚夫？多嘴！哟，还未婚夫？我戴欢好怕呀！即便你真有未婚夫，让他飞过来救你，让他飞过来呀！啊？嗯？什么东西掉进去了？这些是鱼吗？怎么忽然间像被吞噬了？有条鱼钻进了我的身体。怎么都穿着古装？电影拍摄现场？呀哈，还真飞了一个嘿！没错，他就是我，是我未婚夫。啊，未婚夫？公子快看！啊，这是……这老东西果然没骗我，还真藏着宝贝啊！竟然是9星元魂！元魂？快收了这元魂！全部废功！铁卫，快护送元魂回戴家。是。你，未婚夫，脸上花花绿绿的，穿的不伦不类，这不就是个蛮子吗？宋家就炒了个蛮子，就把你给嫁了。哼，想把你杀了，不用这么委屈了。少爷，哎呀！这些人身后的血，就是他们所说的元魂。